主后2022年7月1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亲手做工无贫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，咱对第6节来读到18节。兄弟姊妹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。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无遵守阮传授互因的教示，恁着闪开。恁家己嘛知，恁着安怎学阮，因为阮伫恁中间的时，无散漫贫惰。阮毋捌白食别人的饭，反正暝日拖磨劳苦，才免成做恁的负担。阮安尼做，毋是讲阮无权通要求供应，是爱用阮家己做恁的模样，互恁通学阮的款式。阮伫恁遐的时，捌命令恁讲，毋肯做工的人毋通食。阮安尼讲，是因为阮有听见恁中间有人贫惰毋做工，只有爱插人的营仔事。即款人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因警告，命令因着安分做工，家己讨趁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做好事毋通上善。若有人毋肯服从阮伫即张批所吩咐的话，着甲伊记地，毋通甲伊来往，通互伊感觉见笑。不过，毋通甲伊看做对敌，着看伊做兄弟，也是姊妹，甲伊劝勉。愿赐平安的主，不时用逐款方法，亲身赐恁平安。愿主甲恁大家同在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我伫逐张批拢有安尼签名，我拢安尼写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大家同在。以上，亲手做工无贫惰。宗教解决家加尔文认为，工作是基督徒实践信仰的场合，也是上帝的呼召。伊讲，工作有无共的种类，任何人照着伊的骨力，无论是管理伊的家、经营公共也是私人事业，出来指导也是教导，或是用其他方式互社会得利益，就袂当看做是无咧做工课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个段落，特别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寡信徒食饱盈盈，毋遵守信仰教示的问题。这个贫惰毋做工的人，并毋是因为破病，也是年纪大、身躯衰懒，无法度做工，也毋是因为社会经济景气歹，找无头路。因其实有工作机会，也有工作能力，毋过因为欠缺意愿，变成贫惰毋做工。保罗描述，这个人毋领家己食饱盈盈，无要做任何工课，还要插别人的营仔事，想要影响别人，互人甲因共款。保罗劝勉信徒，爱尽量甲这个贫惰毋工作的人离较远咧，毋通变甲因相款。因骨力拍拼伫工作，才用靠家己，目的是毋爱成做信徒的负担。保罗阁讲，安尼温困做工的目的，阮安尼做，毋是讲阮无权通要求供应，是爱用阮家己做恁的模样，互恁通学阮的款式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9节。保罗甲
同工原本有权接受信徒的供给，毋过因放弃即种的权利，反倒转温群工作，为着要做信徒的模范。这也就是讲，伫上帝面前，基督徒必须伫逐方面拢认真得活。我的教会也捌拄着贫惰袂爱工作的信徒，敢若想要来教会申请补助。这个信徒还少年，身体勇健，好骹好手，有工作能力，也有工作机会，毋过倒简单袂爱去工作。伊若像误解教会中彼此相疼的意义，掠做只要甲教会提出申请，教会就的确回应伊，供给伊的需要。我和同工做伙讨论这个课题，后来决定甲这位信徒好好对话，除了鼓励伊去找头路，也引带伊认真思考。教会会通帮助人的资源，是兄弟姊妹奉献因认真工作所得的，并毋是天顶家己拨落来。人常常袂爱听真实的话，所以咱需要勇气，用贴心讲出真实，会当帮助别人的话。伫教会生活彼此相疼的教示，并毋若反映伫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直接供应拿定，也反映伫对人真实的劝勉。若有人贫惰毋工作，要要插营仔事影响别人，也是滥用教会贴心的帮赞，拢需要信仰群体的引导，帮助伊搁一摆认捌工作的意义，想看教会团契生活的意义。搁较深省思上帝互人生活伫世上的意义。默想，若是拄着贫惰毋工作的人，我通怎样鼓励伊？若是拄着贫惰毋工作的人，我通怎样鼓励伊？祈祷，亲爱的主，当我面对贫惰毋工作的人的时，求你赐予我智慧甲勇气，讲出真实会通帮助伊的话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